第5课，骑铁马。今仔日，咱要来看第5课骑铁马的语词，伫课本86、87、88。你有看到一台足悬的铁马，是即个人家己做的哦。伊住伫屏东，伊带后壁迄个伊的老爸、伊的阿爸做伙出来骑脚踏车。遮拢总有几个语词，咱来算看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今仔日咱爱甲这8个语词，甲伊学起来，学会晓。脚踏车，要对老师念哦。有摆脚踏车，孔明车，铁马。有人讲，老师，孔明车敢是孔明发明的？伫台北市图书馆的小博士回答，伊讲有一个传说，讲脚踏车是孔明发明的，也毋过伫历史上并无安尼写，嘛有可能孔明车就是孔明所坐的车，所以甲脚踏车号做孔明车。机车、乌多摆、电动机车、计程车、计程车、计程车司机。你敢有听出来老师有念2个声音？伫停、停、倒用停，做伙念计程车，嘛会当念做讨用停、计程车。飞行机、飞行机、古水的飞行机。飞行机竟然有3种念法，咱来甲你的音标来斗看觅咧。H 是好 ，U 是 U，E 是 A。好话飞行机。第2种 H 是好 ，U 是 U，I 是 E。好威飞行机。第3种 P 是宝 ，U 是 U，E 是 A。宝话飞行机。再念一摆，飞行机、飞行机、飞行机、船，载足侪货柜的船，渔船、白龙船。
白龙船，捷运，台北捷运，高雄捷运，台中捷运。有听到两种声音，子叶节，子叶节，捷运。子一，咱会念做鸡，子一，子一变成鸡，子叶节，念鸡的声较轻松好念，所以咱会甲伊念做捷运，子叶节。火车，火车，阿里山的火车。这八个字词，你学会晓啊吗？等一下，咱就要来测验，看着图，看啥人上紧画出来。要开始啊！老师3秒以后会公布答案，你也比我较紧，就得1分。计程车，船，机车，乌多摆，公车，脚踏车，孔明车，铁马，捷运，捷运，火车，飞轮机，飞轮机，飞轮机。你得到几分？100分就是8分哦。咱甲袂晓的字词，爱加念几届。你真厉害，请你对我安尼念：铁马，铁马，孔明车。我上爱骑脚踏车。机车、公车、计程车。船仔，船仔，飞轮机。捷运，捷运，甲高铁。今仔日上到这，下课啊，再会。